大家好，我是谢雷，今天去给自己订个生日蛋糕。时间过得很快啊，一眨眼我也28岁了。我还记得我过成人礼的时候，18岁，仿佛还在眼前。一眨眼我婚也结了，孩子也有了。大家在过生日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，每一个生日都是自己母亲受苦的日子，不要忘记他们的养育之恩。这就让我想到了前2天我妈跟我拍一个视频，当天我可能有一点点心事吧，没怎么配合她，然后一堆粉丝网友就说我态度不好。其实这里我真想说，没必要拿放大镜去看。你想，我跟我妈拍了4、5年视频了，几百个视频，出去玩，出去吃东西，出去探店，都是很开心的。你们偏要拿放大镜去找那个0.01的瑕疵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如果是儿子和爸爸关系不好，那还情有可原，2个都是公的。而且爸爸一般和女儿关系好，和儿子嘛有点矛盾。那你要说儿子和妈妈关系不好，那是真的不可能。好利来，之前外婆83岁生日，我是去花园饼屋订的，我自己就这次尝尝好利来的。这里是准备寄出的蛋糕，都是刚刚做好的。这蛋糕很忙啊，现在让我来选一个造型。蛋糕订好了，生日那天会送到我家。他问我蛋糕上要写哪4个字，我选了家庭和睦，家和万事兴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我现在为什么不盯着一家蛋糕店买了？因为我以前真的是被坑过很多次。今年年初吧，好像那个李宋是不是啊？苏州有几家门店都走掉了。我最早之前是那个充了瑞美尔特那个卡，老苏州可能知道，已经是好多年前了，现在还有600没用掉呢。瑞美尔特那个店跑掉了，所以我现在凡是这种面包店啊，肯定不会再充卡，而且不会盯着一家店买。回来啦，弟弟了吃饭哇？一米测试，一米浪吃饭啊，还在大便啊？那快点吃。你看呢？吃完了要换尿不湿了，还洗屁股的嘞。今天阿姨正好回家休息，我和镜子带1天宝宝。之前看到很多粉丝评论啊，说我们生下来这个小孩，然后就丢给阿姨带，很不负责任。其实我恰恰认为，请一个育婴嫂是负责任的表现，因为我和镜子没有带过，也不会带。那么这些阿姨她都是专业的，我觉得阿姨带这个小宝宝可能会比我们带得更好。至于很多网友评论的说谁带谁亲，以后宝宝和你们不亲，我觉得3岁之前的小孩好像都没什么记忆的吧？大家对自己3岁以前有记忆吗？等到他之后上幼儿园了，我和镜子自己亲手带了，那我觉得完全是来得及的，不可能和我们不亲的。还有很多粉丝说我啃老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说请阿姨的钱也不是我们自己出的，这个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这么看。就说现在苏州95后吧，00后小夫妻结婚，有哪个能靠自己买房买车？基本上99.9%都要靠父母帮忙的。这个就是父母愿意让自己孩子过得好一点，过得轻松一点。我认为每个父母都有这种想法，如果有能力，何不帮自己子女一把呢？请阿姨也是一样的，父母愿意帮助我们，减轻我们的负担，在父母的能力范围内让自己的子女过得更好，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，我和镜子2个人也没有躺平啊，我们也在很努力的做自媒体，也在和我外婆带货，外面也在演出。你想去江西来回1000公里，我们开车，这个苦都得吃啊，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奋斗。所以啊，网络上我真的希望大家叫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，多一点赞美总是好的，不要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甚至放大镜去看。阿姨们，你都讲阿呆。